来去依然不残。有天，看伊念伊捌归期。人讲一粒米百粒汗，最近有机会去布田了后，才知影安尼讲确实是规丛好好，无错。毋但百粒汗，要讲千粒汗、万粒汗，嘛讲会得过。莫怪以早足侪做事人，拢希望囝儿时势会当去都市做别款工课，莫甲因共款伫田里做事。毋过有一个少年人，颠倒对台北搬转去宜兰，因为因阿公过身，伊搭无人要做的水田神了。健身无全农药，无喷除草剂，嘛无要用化学肥料，就是希望有一个对大自然友善的环境。若半暝困袂落眠，伊就去田里捡金宝梨，莫去互因搭拄抱落去的黄仔食了了。等天拍浡仔光，就规地摕去拍。因为伊的坚持，连水鸟仔都去遐做寿，生炭后一代。几个家庭甲伊合作，一个月一摆去伊的田里，甲伊斗相共，实际体会田园种作的滋味。阮兜无车，就爱伫4礼拜进前拆火车票。若骹手伤慢，买无坐票，就爱徛规路，安尼就废去啊！会记得头一届参加的时阵，新部长去庙市，替阮传的田路参拜土地公，请伊甲阮保庇，望有一个好年冬。刷落来，就行去已经有芳田、犁田、饮水的水田，天顶阁有白灵狮在飞，真实是生态足好的所在。大家把裤脚闭起来，把身拖躺伫路边，尾仔的长度爱超过骹头乌，安尼行伫田里较安全，嘛较袂互虫咬。阮就行伫软渗渗的田筐，边仔的田土已经用画纸的链仔画做一格一格，满满的是字记号伫土里，等阮补田。逐骹对田里野悬的时阵，动作爱慢，才袂因为徛袂在，伫田里跋倒。
大家行到上头前，把黄船的黄仔提起来，按腰倒退行，步密去实际记号顶悬。今仔开始会讲会笑，5分钟后就无气力通讲话啊！阮徛伫田林1点钟，若捕田，若捡金玻璃，若腰接骨酸痛，就徛起来伸轮一下。抬头看天顶，迄种忝的感觉，就对白灵丝做伙飞去啊！尾仔，阮坐火车转来的时阵，我就甲阿母讲，原来一粒米是安尼种出来的，真正无简单。后摆食饭的时阵，我一定爱全部拢搭食好完。最后，感谢收看，再会。